大家好，我係青年學院國際課程設計系嘅學生 Athena， 今日好開心可以同大家分享我哋嘅 project Vintage Hong Kong。呢個係一個喺中環街市舉辦嘅時裝展覽。呢個 project 係舊年12月響中環街市展出，將時裝設計、攝影同人工智能科技結合，打造出獨特嘅作品。我對香港文化有濃厚嘅興趣，想將呢份熱愛融入我嘅設計當中。我同學 Remus 專攻攝影，佢好鍾意影香港文化，例如彩虹村同埋舊樓嘅相，我哋一拍即合，開始合作。我負責時裝設計，利用 Remus 拍攝嘅相片作為設計藍本，再運用 Ada 人工智能軟件，將香港特色相片轉化成印花設計。Ada 亦都幫我生成多個設計選擇，讓我能夠隨心所欲咁進行創作，最終將設計實踐出嚟。透過人工智能科技，我能夠將對香港文化嘅熱愛轉化為獨特印花，成功展現出具有香港特色嘅時裝作品。最終，我設計咗4套衣服，並喺中環街市成功展出。而家就等我介紹下呢4套作品。第一套，我用咗 Remus 影嘅彩虹村相片，因為彩虹村快要拆卸，屋村嘅色彩非常靚且具代表性，我將佢嘅畫面轉化成細小印花，放喺件衫上，展現出香港獨有嘅色彩。第二套，設計靈感嚟自香港密集嘅舊樓建築群同埋傳統瓷磚顏色，我將呢啲元素形成下身裙嘅碎花圖案，上身則設計咗一件不對稱嘅外套，展現出新舊文化嘅完美結合。第三套，我將香港舊樓常見嘅地磚圖案轉化成漸變色印花，呈現喺不規則裙擺上，為作品增添一種獨特嘅視覺效果。最後一套，呢套以舊式紙皮石作為印花設計藍本，設計咗一條層次感豐富嘅下身裙，配合上身半透明不規則嘅設計，營造出強烈嘅對比效果，展現出香港傳統同現代嘅交融。呢個 project 唔單止讓我實踐時裝設計，更重要係展示人工智能同科技點樣可以喺創意產業中發揮重要嘅作用。希望我嘅作品可以令更多人認識香港文化，並了解人工智能同科技及設計結合，點樣有效咁幫我哋完成設計，創造出新嘅設計形式。多謝大家收睇，希望你哋會鍾意我哋嘅作品。